新一屆嘅政府即將宣誓就任，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經表明，希望新班子有新氣象，但3司13局同埋5個部門首長嘅人選都冇太大嘅變化。現屆嘅3名司長都會留任到下一屆政府。有傳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同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並唔係新班子嘅首選。假如未來有更好嘅人選，有機會中途被換走。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屬於短暫留任，處理一地兩檢嘅問題。至於13名局長嘅人選，只有前立法會議員、現任扶貧委員會轄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羅致光係新班子唯一嘅新面孔，佢將會擔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另外有4名局長係由公務員出身加入政治問責團隊，由副局長升呢做局長嘅就有呢4位。由現屆政府過渡到新政府嘅就有呢4位，而現任特首辦主任邱騰華就會重回局長嘅行列，出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5個部門首長有4個人留任，而海關關長就會由現任副關長鄧以海升任，亦都係20年嚟首位由部門晉升嘅海關關長。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